送出去。咱今日要读1637年11月13吼，开始。直播送出去这开始。11月13日，船主拉克的用客船对安海来到台湾遮吼，运来迄个商品70担的白色中国丝，2000匹的西宁甲丝制品，是要运往日本的。船顶的人讲，食心、潮州和沙量的用客船3只已经拢装好700到800担的丝，停伫遐。若是大船阿姆斯特丹号，还阁会当及时对日本运送阮前来台湾遮，伊将愿意受派来载着运来的货物前往巴达米拉，以便来交互归国舰队运转去祖国。这是一个船主叫做拉克，之前拢捌看过这个名吼，拉克伊所带的吼。11月14。为什么伊写我点11月14，但是跳出11月13？毋过内容和拄则读的佫无共吼。伊的都有注解，我看安怎写。伊讲这应该是11月14笔误吼，写毋对，但是照抄吼11月13。配合张远的决议，今仔日决定要派迄只大众客船载112755个精美的花仔，882担的中国丝吼，和4522斤的青姜，总价值是2万毫吨的货物出航。这只大用客船已经留伫这只几啊天了吼，为着是要听候对日本来的船只，本来伊会当含迄寡船只同齐航行，或者是至少会当去通知迄寡船只已经到位的消息，但是到现在已经损失真侪时间，无意思搁等落去。伊无啥讲出航去倒位吼。好，咱继续看。11月15，迄个被台视的南方的放手的首领叫做塔可美的兄弟，只敢若带着两三个随从来到厝地，应该是来到台湾遮吼。伊是被长官阁下调发，要来说明这站袂当用阮的行为的理由的，就是伊的兄弟用台视吼。伊是安尼讲，伊讲这站谋杀伊兄弟的代志，是由放手家己的5个可恶的居民主使的，就是家己人做的吼，是因为私人的仇恨所引起。因已经逃走稳藏，一直到伊离开放手前来厝地的时阵，还袂掠着因，不过还阁逐工继续认真追踪探查，找找确实的消息，对因的处刑要伫咧长官阁下或者是代表在场的时阵来执行。好，11月16。11月15算一个凶杀案吼，社会事件。好，11月16，有一个新仔人对花母龙经过花母人啦，OK 是花母人吼，经过芒港来到厝地，来到台湾遮，花母人就好无啦吼。之前有读过
迄个荷兰人去拍好无吼，要来长官阁下请求长期的和平，所以算是输家吼，互荷兰拜托来要求来荷兰人请求和平吼。该村庄几个最主要的人已经准备要亲自前来日兰遮社保，因为着要表示因的善意，已经甲因伫个网港边仔的石河岛顶头攻击掠去的迄8个死仔人甲释放吼。因为即个缘故，而且自从阮用武力严重破坏了因的村庄甲其他物件以来，因袂阁再有有越的行为，应该是逾越吼，逾越即个逾，我查者吼，应该是和周瑜的读法应该是相款。查即个啦，甘尼典。读儒吼，儒儒越吼，儒越罪，这是犹太人的罪啦吼，逾越节。但是伫个巴克利拜圣经的翻译，敢若毋是，伊毋是犯罪逾越节吼，是犯罪叛国节。你若有看我分享的即个画面，看到叛国吼，叛国就是儒啦，就是儒越吼，相关意思。华语犯罪儒越罪吼，巴克拜是叛国罪吼，叛国罪。即个越甜的，读做越吼，即嘛足侪人已经无法度读即个已经读袂准啦吼，读袂准啊，就是互华语外纸去读做牛迄个字吼，应该是读做越吼。OAT 第8声吼，人读做牛迄个吼，所以越南是越南吼。你可能还会读弯弯，但是你不要读越南。荷兰转来伊是遮，因就无阁再有逾越的行为咯吼，就是向拍一个拐去吼，无度因为荷兰人武力比较强吼，因此接受了因的请求，并且送一支有彩绘，即个应该读绘我查者，彩绘吼，绘还是应该是绘。吼，第7声会吼，并且送一支有彩绘的观众权杖，这是华语讲法啦，台语我嘛毋知要安怎翻，我查一下啊，台语电看有权杖。我用鬼使去查，无。看来我应该要买一只新电脑吼，这电脑嘛一久啊，艺术，可能已经超过6年，所以就慢咧。无，做台语。
我要查这个法律这个权杖，台语讲法。Embry 教官吼，官长嘿 ，Marino 是因无共官长吼，汉语写相关，无，伊无汉语啊，写官长吼，官长，敢若 Marino 和 Embry 这两本台语书典，Marino 是英大书典，无1973 Marino 是大英，1979 Marino 是英大，但是伊英大和大英的音写无共，官长，好，咱就读官长吼，照汉语就直接读。而且上一期有彩绘官长去互因 ，OK， 这期这句最重要吼。上一期有彩绘官长去互因，这是荷兰人因和台湾原住民算迄个一个仪式啦，就是讲你归顺我，我就送你一支官长安尼。所以毋是干那特别只互迄个华语人吼，互迄个华语人，所有归顺因的即个原住民部族，拢会得到一支吼。啊因，袂记是毋是逐年，应该是逐年啦，因会办一道集会，所有举即支官长的人爱，就是因的首领爱来集会，啊敢若来报告对啦，报告恁今年的即个庄头所有代志。就像阮照咧，互阮结盟的村庄吼，有无？第二句就是解说这吼，毋是干那互因尔吼，照咧是所有含阮结盟的村庄，结盟的村庄啊，歹势，含阮结盟的村庄拢送一支吼，而且大家拢已经知影的迄种官长吼，所以伊佫特别讲是，就是迄种官长就对啦吼，大概每一个村庄拢有啦，啊，大家拢知影，无特别的，就是共款迄支吼，用来保证讲因会当无受干扰来前来处地，又佫转去因的所在，结果将如何犹太时间分晓，就是讲我送你即支官长，就是表示讲和你结盟啦吼，啊，所以恁会当来平安转去吼。所以今仔日即段说明吼，其实是足重要吼。11月17，其实我著做一下笔记，我开一下笔记吼，因为我发现我读到即马足侪代志已经袂记得要安怎去，即马叫我去转去现，已经现袂着啊，我已经毋知伫倒。所以我著爱做一下笔记，稍等下吼，开一下我的笔记。电脑慢吼，请各位原谅。哇，实在是太慢了。开一下笔记。先用手写啦，歹势，手写家己。11月17，1930年，有关官长的要素。好，11月18。发生什么代志？
好，再一个18无特别的事，再一个19。有几只渔船对先仔来到台湾，其中一个先仔人讲，有一个新的西班牙长官率领一只葡萄牙快艇和2只先仔人的游客船去到归人。迄个长官，西班牙长官啦吼，伫归人港口被北方所车，随个率领迄只快艇和迄寡游客船转去了吼，去转去倒，应该是转去菲律宾啦吼，无可能直接转去西班牙吼。即寡船捌去互打狗的渔夫看见，迄个西班牙人的商馆真欠现款吼，欠现款，米和其他的食物也拢真欠缺，用来保护因全部人员的军队，军队不过是260个人，也报告讲，因不但已经和淡水的人吼同意缀合，就是去淡水的原住民啦吼。歹势，我这个地吼，我一直拢无去查过，就是缔结同盟这个地。地吼体嘛会使，我都读地啦吼，应该是文言音啦吼。北音应该是体。讲即个西班牙人，因不但已经和淡水的人同意缀合，以早因为淡水的人算甲因偷袭啦吼，突袭并且杀死40个西班牙人，所以关系来变歹。而且迄寡居民也，一个绝对主角啊，迄寡居民是包括西班牙人以及和西班牙人来往其他人，其中嘛应该有先仔人吼。而且迄寡居民，居民是倒位的居民哦，应该是淡水啦吼。而且迄寡居民也对淡水山开带领因的妇女甲囡仔。总共300外人搬到归人附近，住伫个该处西班牙人的武力保护之下的所在。显然是因足惊吓吼。西班牙人为着上述的损失，将歹势，毋知我是啥物代志，我的电脑的monitor规个拢暗去。好，希望毋是我即只电脑的问题。好，来，搁转来吼。显然足惊吓吼，西班牙人为着上述的损失，将用军队发动强烈的报复。因此，西班牙人已经甲捌伫个淡水建造的城堡全部来拆毁，吼，甲全部的军队拢撤退吼，转去归人遐咯吼。所以西班牙人其实伫北部的发展一直拢无讲介顺利吼，佮欠食、欠钱、欠车，逐项欠，佮和在地人关系佮遮歹。所以荷兰人有咧注意这代志吼。我袂记得因当时去拍西班牙人，应该真紧就看会到吼。1637、1624，西班牙人伫北台湾毋知偌久，我嘛袂记。再一个20号无重要的事，再一个21。长官Vandenberg 阁下和牧师 Junius 同齐对麻豆和
小人回来。即个即个小龙，到底是读做小人啊小龙？知影人都甲我讲者吼。第一个字，虎尾人、小人应该是啦吼。第一个字，有一只细鸟用客船对历史载美和一 last 的羊来到台湾。一 last 的羊，一个 last 到底是偌济？到即嘛佫毋知，应该嘛无法度查着啊！你连翻译都无法度翻。第一个字三，顶官阁下和本馆议会决议，为着要去惩罚阴险谋杀因家己的首领塔可美迄寡可恶的放火人，并且要防止因为一寡原因担心即项代志可能引发的更较侪不幸的灾难，决定顶官阁下要亲自率领140个士兵的壮大军队，以及伊阁下认为需要的部署 juniors， 则用客船对水路伫天气许可的时阵，尽快前往放手啊，以便去真有体面来执行惩罚，以作为别人的鉴戒。咱看起来是敢若有掠着人来款。第一个字是今仔日宣判下列的罪犯的罪证。OK， 咱做文定读到因咧宣判一寡罪证，因家己的人犯罪吼，无你客气吼，咱来看吼，就是 Gary Wish 下诉 Jan Justin Van Leyden Abraham Storm Van Antwerpen Elias Morris Van Wassengeld。对主角讲 ，Was England 是英国的 Wales 吼，伊条讲主这是要创啊，是这个意思，这个人是Wales 嘛。和 Jacob Hendricks Van Bommel， 我就感觉这个名就熟，之前敢若读过这个。士兵因拢抽出因的兵器，或个盖章吼，分别行入去西那人区，就是伫讲伫即讲伫个咱遮社堡外口一个，算一个居民区啦吼，有人住的所在，这遮是西那人区吼。因之前有规定讲荷兰人袂使去，结果因抽出兵器，算个炸刀啊，炸兵器去啊。安尼违反了公布的告令，因此按照该告令宣判因每一个人12个月，无论从事公司任何工作，拢无薪水。是来一个正当哦，一年无钱人领啊，都要下去。第一个字5，有用客船前来支付所运来的荷软的税，可能是渔船对南部载荷来缴纳12税。这可能这是应该是翻译的人写。第一个字啦，顶官万德阁下按照23号的决议，率领140个士兵出发前往放手啊。今仔日有几只水车用客船来到台湾，其中有4只对历史来，载有盐甲米。第一个字7，有商船对厦门来到台湾，运来下列的商品，
100担的白蜡，17升的金丝，1担的水银，50担米，和1800罐的鲜奶麦仔酒。今仔日也有2只渔船对列书来到台湾，只敢若再有因家己要食用的米甲盐，以及要生一种要吃的鱼的盐，可能是载一寡盐来要生鱼用。每一只拢载有12个到13个人，11个礼拜。11个礼拜伫热兰，11个礼拜落长哦，但是看拢是记少的吼，咱着读过。11个礼拜伫热兰遮城堡的 Middle Birch 灵堡下面建造一个新的圆堡，叫做 Rondel。建造一个新的圆堡的时阵，伫灵堡的西边的墙街啦吼，虽然用一支坚固的围杆来堵掉的吼，但是还是外面规个拢塌落吼。缀伫个上述新造的工程顶面吼，因此迄寡贴砖仔的被缀倒真侪。毋是，迄寡切起来砖仔去互缀倒真侪吼。今仔日有下列的容克船陆续对西南沿海来到台湾，就是2只商船对厦门来，载有50桶，又搁82人，含32罐灰仔，歹势，2025个做糖桶的木的茶板，甲80担米，总共载有160个人。此外，还佫有几只渔船对列书来到台湾，总共载有96个人，载有迄寡人家己要食用的盐甲米。另外，小型客船卑南号也对日本来到台湾。带消息来讲，阿姆斯特丹号、Rarop 号、乌斯卡贝号和杜维号已经伫10月23航离日本。超过1个月安尼，载有13万毫吨的资金，根据当初早来送货单和长官库库巴克伫本个月20号对便号写来互长官万德伯阁下的书信。迄寡货呢有45万两丁银、500担退回的白蜡和400包气壳以后的白米。看下对注脚是写啥？无重要，我就歹念。上述的书信的要记如下，所以这篇落长最主要是甲迄只卑南号所载来的消息，迄张批伫遮记伫遮啦吼，咱来看吼，这只船所在卑南号所这张批是安怎写吼？伫派遣上述船只前来取缔同时，也派遣大船加利亚斯号直接航往巴达维亚，载有442担气条、3000包白米和1000包小米等等的货物，总价值是25000毫吨。所有伫个上顶一个季节派去便号的船只，包括直接对巴达维亚去的吼，以及经由台湾、暹罗、柬埔寨和东京去的吼，拢载着个别的货物平安抵达便号，并伫遐甲货物和商品摕到商场去继续日本的交易，得到真可观的资金246000毫吨。不过，这寡交易伫比例上，今年无像旧年安尼，甲公司带来遮尔多的利润，
造成这个阻碍的原因是今年的葡萄牙人用6只大篷船对澳门运来总数真侪丝制品和大量的黄丝和原色的丝丝，造成任由日本商人抬价的情形。即使对因有利可图的商品，无听任因抬价，因还会甲交易拖延到，互人非常烦扰不安，就像上述迄一堆西人，若甲介绍压价到一元20到28钱，而且伫到因要出航迄天出航之日的5-6天前才卖出去。日本人因为运来青丝太少，才会如此挑难。因此，如上所述，葡萄牙人不但无赚到钱，还阁损失真大，真无满意对日本载着算真无甘愿啦，真无欢喜的对日本载着200万两银吼，银应该是河顿之5吼，因为银的单位写法无共。载着即寡不管是200万两银还是河顿吼，航回澳门，上述葡萄牙人若伫咧航入日本的时阵摕袂到，无法度甲保证金摕转去，还阁爱重新缴纳旧年所摕的保证金20万两。因此，后一个季节，因上侪敢若会当期待3只葡萄牙大篷船航往日本。今年西班牙人或者是葡萄牙人用希腊人的游客船对马尼拉甲贵人送死的神父去，我毋知是安怎读神父还是神父去萨摩日本的迄个梵国吼，去，还是我袂记得萨摩是倒位，敢若是求秀还是倒位啊？查一下吼。萨摩是沙芝马航吼，沙芝马吼，是伫咧求秀的西南部吼，这个沙芝马。这个梵国大家爱知影啦吼，因为明治维新吼，这是主要一个就是萨长同盟吼，沙芝马和长野等啥物记长是啥？就是这两个梵国吼，最重要，而且吼，因为这两个梵国后来因来台湾的人特别多吼。当然，主要是和因伫咧明治维新的这个算因有功嘛，所以因掌握日本政府的6权落伫因手头。迄当阵开发台湾的时阵，因派出侪人过来吼，所以台湾的小学老师先生吼，足侪其实是求秀来，就是这个沙芝马甲另外一个沙长是啥？袂记吼，记歹。所以看听较早人讲台湾人日本讲日本话有迄个九州腔，就是安尼来，因为拢是九州的人先生教出来。好，讲咱转来第2只吼，讲今年西班牙人或者是葡萄牙人用这个西班牙或者是葡萄牙人可能是翻译的人注写去吼。讲今年对用希腊人的用客船对马尼拉甲贵人吼，送4个神父去萨芝马后面的迄个伊州，送一个神父去肥虎吼，上岸
即寡神父的出身有西班牙人、波查亚人，这是啥物所在吼？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因抵达以后，因到日本了吼，遂被追捕受禁，送去长崎吼，送去长崎啊吼。因和日本神父西夫爷同齐被卡黄上吼倒吊而死吼。看卖即个日本神父西夫爷伊有注脚，看著死诶注脚。西夫爷是日本神父次兵卫啦吼，伊用拼音写西夫爷吼。白头叫做 Thomas de San Augustine 神父，因猝死诶时阵是骹伫顶头头头壳伫下底倒吊死吼。抑佫另外有70个男女因为安尼来丧生吼。即寡人是西夫爷次兵卫吼，希望得以保全性命来讲出来。此外，伊意思是讲是西夫爷经出来就对啦，口经经出来就是。意思即个西夫爷本来是希望讲安尼会当活，结果家己死，佫害死迄70个吼。歹势，我袂使安尼讲害死，因为我相信绝对无希望吼。此外，西夫爷也互5个顺葡萄牙人被怀疑，伫伊有需要诶时阵用钱和好物去资助伊，支持伊诶宣教工作。其中一个就是一只葡萄牙大篷船诶船长，现在已经伫日本被掠吼，送到日本法庭吼，关伫乌姆拉吼大川诶监牢内底，伊必将被严厉处死吼。迄个葡萄牙船长吼，即敢若因为摕钱去赞助即个宣教工作吼。乌姆拉有注脚，敢是啥物讲？就是乌姆拉吼，长崎诶北边，就是长崎北边乌姆拉。伊将被严厉处死，也因此，迄寡要送入日本诶葡萄牙大篷船诶主管，拢被严格命令，后次前来诶时阵，爱将赞助过迄个日本神父诶其他诶4个葡萄牙人，爱带去日本，要互因共款诶处罚。真恐怖吼！对公司诶青师潘卡多，潘卡多毋知写啥，伊无翻译。潘卡多一直到本国月9号才以252两银诶计数经由别人诶交易完成。虽然即寡青师诶光泽是读做德，光泽被认定为和旧年同款水吼。葡萄牙人也敢若只卖到285两，啊，因卖搁较惨，因卖252两吼。虽然讲比旧年比起来无较歹吼，同款，但是计数颠倒较歹吼。葡萄牙人是卖到285两、260两甲220两诶计数，3种计数。运过去诶币率卖无够银8两5钱，因此去互退回吼。根据皇帝敕令，以后毋准对日本输出铜。商务员 Caesar 吼对港人用2只用客船运来日本诶迄寡糖，若无趁着钱，颠倒搁聊
251这个251.11.7，这毋知啥意思号吨应该是251号吨台湾下含线路的落坡，上顶、中顶、下顶的落坡，各以每100张50牛群、35牛群半、35牛群半甲21牛群来卖出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真悬安怎讲？真悬长崎的长官答应过，阮摕袂到伫个1636 1636年应该是1637年，写毋对10月，阮摕袂到伫个1636年10月，一旦准备好就会当出航的符克，就是阮摕袂到即个符克啦一旦准备好就会当出航即个符克。伫个8月13，库库巴克对上述的长官兄听到讲，因为皇帝陛下破病，因此对伊申请予准者早日出航的代志尚未做决定，所以阮必须要耐心听候，因为日本商人今年对葡萄牙人的货物遐尔挑人，潘卡多是人名，潘卡多到后来才互盖入这是毋是人名？看佫毋是，所以库库巴克必须要有至40万两银的资金，以月息2%，利息2%月息2%，照用6个月来向公司伫个台湾以月息3%数付借款的头款225000里以及其他的负债。总共一句就是了大钱大了无英国船来日本，因来到马卡奥头前的时阵被禁止伫遐停船并且被命令去停伫个距离该城市约2海里的阿瓜放达。放大什么所在？第6个字卡写不详，毋知影伫倒位讲英国人爱停去离马卡奥2海里的即个所在阿瓜放达，留伫遐被军舰监视，迄8天拢由马卡奥供应新鲜的食物，因此因若做袂成新仔贸易，也无法度达成将一寡货物运送去日本的任务。边户的老主人就是末次屏障挖厝并装，即个老主人公司高度持续享受到伊的帮忙，算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拢会挑人但是对荷兰人真好。公司高度持续享受到伊的帮忙、互爱和风度的人，伫个7月16号过身结果因的靠山无去对公司派驻坎保迪亚主管上席商务员 Jan Dirks van Galen 写予长官 Vandenberg 阁下来批，知影讲迄只大船Nordwick 号伫个2月19号因为领航员的失误，伫个 Patraban 号口靠切歹势我阁袂记个真正啥样写讲台语的即个读法。Patraban 号会对注脚写啥物 ？River Patraban 就是湄公河。讲因为领航员的失误，伫湄公河靠近该船所在货物有一部分失落或者是被偷下底货物是抢救起来的部分，就是14箱的日本丁元
一箱的丝质布料，两篮的丝质布料和11、12、20折10担的青丝，这你写啥？大概就对了哈。520欠单位哈，就是17箱的纸和金丝22篮，就是687斤的茶，11道茴香，10篮的蓝芹，4篮的荷兰色蓝色的空眼布，40 half Fijian shorttails， 923 Fijian 的 quart shorttails， 572 Drilling， 这拢无翻译啦，我嘛学袂念吼。以及5000个5 Peering 线合计6558，荷兰文本误写做65589如果按照这4个数目加起来嘛，只敢有6540个精美的废弃14个落地和对日本职员，因此将取地运去遐的货物计算起来，除了迄只大船，就是迄只大船叫做啥 ？Norwich 迄只大船和大炮以外，还佫失落约有3万号吨。坎波利亚国王借这个原因借这个借口根据一条法令和该国的习惯，所有伫该国沿海失事的船只，所有人员甲物件拢爱归该国王所有。因此，毋但迄13门大炮，还佫有600担的铜等等的货物拢去互伊没收去，而且伊的部下也大大来打劫一番来抢还佫不止安尼以前该国王协助阮，对阮特别表示好感，并且答应要互公司伫伊的国家自由贸易。现在却颠倒是收回即寡优惠对阮严厉刻薄起来因为担心阮会要求归还上述被摕走的物件。对此，事神Hagener 已经提出请求了但是被回答甲真奇怪，而且伫个坎波迪亚贸易的葡萄牙人也伫个散布对荷兰人的闲话船长 Floris Jones 是大船 Norwich 号客舰的责任者，有下列货物放伫个遐，要用来交易坎波迪亚货物，就是1000匹各种色双面的花缎，200匹单面的各色花缎，100匹的浮条，就是金罗西，3袋的青丝，2000匹的空眼布，30袋的蓝芹，100匹的红色天鹅绒，150匹各色印花的缎，50匹和样品同款图形的缎，200匹的吉利面，色有红、绿、蓝、蓝色和黄色，200匹的红色金丝，100匹的各色精灵，作为刺销，即寡拢会当处伫50到60%的利润。蜡、白豆蔻、橡芽、安歇香、树胶、水牛角、鹿皮、坎波迪亚的豆仔、乌贼、糖蜜和旧椰子，椰子个分旧的拢被希腊人、葡萄牙人和高吉人用希腊的货物和事物装他的物件，有粗灰果酱、果酱、金丝镜、尖线等等所收买对坎波迪亚运出去。迪加利亚斯号被派对遐装运价值47000号吨的货物航往日本。规篇落长，差不多拢记晓差不多拢是咧记晓，除了有讲起
哦，技巧啊，甲名害讲大了钱吼。中即段较重要，就是写讲伫日本宣教，拢被掠去杀死吼，这较重要。好，剩5分钟，我看者，看一笔记吼，笔记，我把做笔记，我讲嘛。华武人吼，咱之前有读过吼，所以咱知影，大概知影伫倒底虎尾土库，这是读做包中还是部中？我毋知，就是即卖训练馆虎尾土库包中吼，即到位啊吼。荷兰时代属于华武人社的核心地穴，伊是荷兰时代北部地区非常重要一个大社。等到台南安平一带的政治安定、政权稳固了后，因就往北部发展吼。首先就是，所以但是伫往北部发展的时候，第一拄着上大的阻碍就是迄个福尾人，过来是儒吼，半个字我讲关中。好，三年有写吼，你会当来加入即个三年有开即个伫咱即个群组吼，会当讨论台语。发出兵中1646年到1630年，1630年是毋是啊？毋对，即摆读到1637啊，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梦想。册个名叫做焦，名叫做正直，册个名叫做约翰吼。八笔下，包中是保中乡，保中啦吼，保啦吼，小宝的保啦。OK， 我看觅吼，咱还有3分钟，我讲会当。哦，好，再一个剩一工，我甲看，若无甲电脑甲偷了。再一个3则，为着要长官版特别阁下报告船只到位的代志，小洋客船避难号被派去建议。咱昨有读过即个，毋知啦，就是早个伫背讲即个避难号送批来吼。下设商务员 Hendrik Jans 非常突然伫个本馆内过身吼，伊伫个分发公司的任室，并且检查所有前来的含要离开的新仔人的上客船，伫个偌久以前，伊是隐士的吼。根据被发现的卑鄙行为的证据，大家拢认为伊是因为惊吓来自杀隐士的吼。Hendrik Jans 是有家己付一寡钱款吼。好，今仔日伫个14甲15沙漏的时阵，Glanson 沙漏为什么用沙漏？沙漏是古早时代计时仪器，一个沙漏是差不多30分。此处这只是写讲伫天光进前差不多7点半钟。哦，所以14甲15沙漏的时阵，伫个厝地商馆边仔几间公司的仓库，放满糖、灰仔、胡椒、淡香木等等好物的迄寡插房厝发生大火，吼，伫个强烈透北风的情形之下，完全烧歹去，损失严重。伫迄当中，阮热心勤奋抢救出真侪箱甲真侪篮的糖，
真侪精美的灰仔，所有罐装的姜糖以及蓝色、金色、铁器、沥青、白油、咸仔胶啦，其他的工具，其数量状况和价值还佫无法度估计。上述的火灾的原因，根据吹响是两个士兵伫即个商馆下面天啦吼，来射弹枪了后，迄个草仔厝顶真紧就着火。吹响是被拍出来火机触及伫烧起来，就是你摇讲是因为因弹枪的时阵，迄个火星引起火灾啦吼。所以敢若迄小小的火星吼，拄着即个烧起来就真严重啦吼。所以明火，大家其实人爱足注意，人想讲迄明火一滴啊，烧起来其实拢无法度控制。好，11月30咱读煞吼，后回咱来读1637年的最后一个月吼。印象中1637年根本读袂了吼，逐天拢落长。好，咱今日读到遮，感谢各位咯吼。多谢阿乖，多谢大家。好，回放。咱明仔载佫继续吼，无，咱明仔载。